唔知大家知唔知道呢？其實喺香港裏邊，每6個男士有癌症嘅話呢，其中有1個就患咗前列腺癌噶啦。而前列腺癌最恐怖嘅地方呢，就係佢早期嘅時候呢係冇症狀噶，而當佢有症狀嘅時候呢，往往已經係晚期。所以呢，到而家呢，每年裏邊都有30%嘅病人呢發病嘅時候呢已經係第4期，而佢哋嘅5年存活率呢就會由早期嘅超過90%啦，跌到得返大概45%。咁我哋咧唔需要束手就擒嘅。今日咧，我特別邀請咗3位嘅醫護朋友啦，佢哋會同大家咧介紹一啲同前列腺癌有關嘅資訊，令到大家咧去做啲識別咗嘅風險啦，做好嘅篩查，同埋當接受嘅治療嘅時候咧，可以做好個病情嘅管理，以到咧達到一個最好嘅治療效果咁樣樣。咁啊，羅醫生啊，點解前列腺癌咁難發現？同埋咧，如果有症狀嘅話咧，又會點㗎？係早期前列腺癌咧，大部分咧都冇明顯嘅症狀嘅。咁啊，所以咧唔少患者咧確診嘅時候咧已經去到中後期，甚至無呢個器官轉移同埋擴散，咁啊錯過咗一個黃金嘅診治時間。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嘅症狀啦，譬如下尿路排尿嘅問題、尿速減慢、變幼，甚至無排尿困難，甚至無儲尿嘅問題、尿急、尿頻、夜尿等等。但係呢啲症狀咧就冇一個特異性。大部分病人咧，亦都冇一個明顯嘅痛楚或者功能嘅障礙，所以往往咧延遲咗求診嘅時間。咁對於前列腺癌嚟講咧，我哋點樣先可以達到咧早發現、早診斷同埋早治療嘅目標呢？係咁啊，由於咧前列腺癌咧好難察覺啊，咁所以咧定期嘅檢測咧好緊要，尤其是咧前列腺特異抗原，英文叫 PSA。咁呢個 PSA 咧，其實可以喺抽血可以得出嚟一個指標。咁尤其是咧喺病人咧冇症狀嘅情況之下咧，可以釋出一個風險嘅信號。咁如果呢個嘅指數咧係出現異常，又或者同你個人嘅基線水平提升嘅話咧，醫生咧就會進一步檢查，包括磁力共振啦、前列腺組織活檢啦，咁啊從而咧掌握一個最佳嘅治療時間。咁啊，留意翻呢個 PSA 咧，唔係確診嘅指標。咁啊，醫生咧要通過其他嘅數據作為嘅分析同埋確診嘅。咁我哋應該幾時開始接受呢個 PSA 嘅檢測啊？根據國際指引，高風險人士包括50歲或以上人士、45歲以上人士，但係有家族前列腺癌嘅病史，又或者係 BRCA2基因突變嘅人士咧，就應該盡早進行一個 PSA 嘅篩查，亦都需要同醫生討論一下篩查嘅頻率，同埋作進一步嘅檢查，從而釋出一個風險嘅提示啦，及早診治治療，最後提升一個痊癒嘅機會。咁早期嘅前列腺癌呢，我哋可以藉住手術啦，或者放射治療咧，達到一個根治嘅效果。但有一半嘅病人咧，當佢發病嘅時候咧，已經係屬於中晚期，甚至已經擴散咗啦。咁喺呢個時候咧，我哋就需要用呢個雄激素嘅剝奪治療咧，去達到一個治療嘅基石。咁陳醫生，可唔可以介紹下咩叫雄激素剝奪治療呢？咁雄激素剝奪治療 ADT 又稱為去勢治療，係中晚期或者擴散前列腺癌病人治療嘅基石。絕大多數前列腺癌細胞嘅生長咧，都係依賴男士荷爾蒙去刺激嘅。唔同嘅國際指引都建議喺唔同病情裏邊用 ADT 作為治療嘅基礎，去幫助我哋病人延長生命嘅一個重要手段。咁喺臨床上邊，我哋點樣評估 ADT 嘅療效啊？咁臨床上評估 ADT 療效咧，最主要基於2個指標嘅。第一個咧就係我哋嘅前列腺特異抗原 PSA 嘅水平同埋佢嘅趨勢。另外咧，醫生亦都會配合咧臨床嘅症狀啦，同埋有需要嘅時候咧，會配合唔同影像嘅檢查咧，去睇一睇病人嘅情況㗎。咁另外一個指標咧，就係血裏邊嘅男士荷爾蒙水平咧，係咪可以降低並且維持一個去勢嘅水平，從而去控制前列腺癌嘅情況。咁一般患者要接受幾耐嘅 ADT 治療呢？咁喺呢個治療策劃嘅層面裏邊咧 ，ADT 其實貫穿咗整個治療嘅療程嘅。咁並且咧可以因為病情唔同嘅需要咧，喺唔同嘅階段裏邊加入唔同嘅內分泌藥物啦、化學治療啦，或者一啲放射治療嘅。咁就佢哋嘅病人 prognosis 而言咧 ，PSA 維持一個穩定而且低嘅水平咧，同埋一個男士荷爾蒙嘅持續深度嘅壓抑咧，會令到病人嘅 survival 會更加好。咁
咁當我哋選擇 ADT 嘅治療方案嘅時候咧，我哋要注意啲咩事項啊？咁其實藥物形式嘅 ADT 咧有唔同嘅注射方式，有1個月、3個月或者6個月嘅劑量形式。喺唔同嘅劑量裏邊咧，其實有一啲各有特色。其中咧，直入劑嘅形式咧 ，ADT 可以持續同埋穩定咁樣釋放藥物，從而令到病人咧喺個血裏邊嘅藥物濃度咧維持一個平穩嘅水平，避免咧出現喺血液裏邊嘅藥物濃度波動咧，從而去令到幫助病人達到一個更理想嘅治療效果。咁係咪 PSA 嘅水平下降咧，就代表治療有效呢？咁 PSA 咧其實係監察前線癌症治療效果嘅其中一個好重要因素。咁但係病人嘅病徵啦，同埋個醫生會配合唔同掃描影像嘅顯示咧，去睇下病人癌症控制嘅程度嘅。咁除咗前列腺癌嘅控制之外咧，我哋亦都會睇病人唔同身體機能嘅指標，亦都係醫生衡量治療效果嘅一啲參考。咁當病者接受緊 ADT 治療嘅時候咧，我點樣去監察佢嘅情況啊？咁唔同嘅國際指南都建議正接受 ADT 治療嘅患者咧，應該每3至6個月裏邊咧抽血檢查佢哋嘅男士荷爾蒙啦、肝腎功能同埋唔同代謝嘅指標嘅。而對於一啲高風險擴散嘅前線癌嘅患者咧，特別係一啲接受緊 ARPI 化療或者一啲電療治療嘅病者，因為佢哋進展嘅風險咧係較高嘅，咁所以醫生咧通常會建議用一啲較頻密嘅覆診，從而咧方便醫生咧去評估佢哋嘅治療啦，同埋副作用去評估㗎，咁令到咧我哋醫生可以喺適時裏邊咧調節唔同嘅治療方案。對於嗰啲年紀大嘅病人嚟講咧，咁覆診會唔會好頻密啊？咁對於唔同階段嘅病人咧，其實病人覆診嘅程度咧都會因應佢哋嘅病情啦、個人需要啦，同埋醫護團隊嘅建議咧，從而有所調節嘅。咁喺覆診期中咧，我哋都建議病人同醫護咧有充分嘅溝通，咁可以幫助佢哋咧舒緩一啲焦慮，從而更加好適應同埋管理佢哋自己嘅病況㗎。咁咧，從而可以提升到佢哋生活質素同埋對治療嘅依從性。咁郭姑娘，可唔可以分享下咧，護士喺治療前列腺癌嘅病人上邊有咩作用啊？專科護士咧喺前列腺癌患者由確診到治療每一個階段咧，都會由專科護士都提供咗呢個教育同埋呢個護理嘅支援嘅。就以荷爾蒙治療為例啦，我哋除咗為患者提供 ADT 嘅注射之外咧，我哋都會加強翻咧患者嘅自我健康管理、副作用管理同埋心理嘅支持，從而咧提升咗治療嘅成效。咁可唔可以分享下咧，接受 ADT 嘅病人裏邊咧最常見嘅副作用係啲咩咧？喺接受荷爾蒙治療之後咧，男性體內嘅荷爾蒙睾丸酮水平咧會喺短時間之內咧急劇下降嘅，而隨之咧患者就會可能出現一啲類似女性更年期嘅症狀，例如潮熱、多汗、心跳加快、骨質疏鬆、肌肉流失。另外咧，亦都可能會性慾減退同埋性功能勃起障礙嘅問題出現㗎。咁有冇啲咩建議俾到我哋啲病人啊？部分嘅症狀咧，例如潮熱啦、多汗、心跳加速，通常咧都會喺睾丸酮水平咧趨於穩定之後咧，都會逐漸有所改善。喺呢段時間咧，我哋都會建議患者咧會着翻一啲舒適同埋鬆身嘅衣物，適量咧補充水分，並且咧要保持翻空氣嘅流通，以減輕咧不適嘅。咁我哋咧見到啲病人咧，當佢接受咗 ADT 治療之後咧，就好似女士進入咗更年期嘅情況一樣，有機會有骨質疏鬆啦，同埋肌肉嘅流失。咁對於呢兩個情況咧，有冇啲咩建議俾到我哋啲病人呢？係啊，為咗預防咧骨質密度嘅流失，患者咧可以增加咧呢個戶外活動，透過接觸陽光吸收維他命 D。此外咧，亦都可以考慮一啲嘅口服鈣片、維他命 D 嘅補充劑，同埋咧依足跟住醫生咧接受一個嘅骨質嘅治療，以改善咧同埋延緩翻骨質疏鬆嘅發生。至於疲倦、肌肉流失以及可能伴隨嘅心血管疾病同埋代謝風險嘅上升，都建議患者咧定期自我監察血壓同埋體重嘅變化，要保持適量嘅帶氧運動。同時咧，最緊要都係保持一個正向嘅心境，都有助於面對治療過程中嘅挑戰㗎。整體而言咧，喺荷爾蒙治療期間啦，強化患者嘅自我管理咧係非常之重要㗎。透過對患者同埋照顧者嘅護理教育、副作用管理同埋心理嘅支持咧，不僅有助於維持生活嘅品質，亦都能夠提升治療嘅成效。咁今日都多謝3位嘅分享啦。咁我哋希望下一集再見到大家。OK，拜拜。